继续来看台北市东区的上款，即摆有袂少的店面拢租袂出去，要安怎解决才好呢？台北市长郭文泰提出着东区研究报告，认为是定位无够明确。譬如讲，这个信义区是贵妇区，西门町是青少年区，那呢东区是啥物区呢？啊，讲起甲一盘大巨蛋，可能嘛是东区落水的原因之一。像信义区，你知道哈，它是贵妇区；西门町是青少年区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东区你的定位是什么？未少店面陆续退出东区，台北市东区稀微议题，最近真侪人在讨论。台北市长郭文天伫面册顶面铺影片，爱业者想好需要什么，市政府才来做协助。我认为政府不会比业界更了解市场，其实他们还是要自己去讨论的。讨论说他们希望怎么做，所以政府是在硬体面，比方说公园路灯或者说我们去帮他处理。那另外软体面，我们也许可以办一些活动。工程千只几大巨蛋，敢是带衰东区的原因？应该是 one of the reason 它不会是the only reason。郭文天出席台北市食品安全局的记者会，要杜绝无安全的食品流通嘛，感谢参加标准流程制定业者。因为贵工前讲的这句话，讲政治上上个危险就是唔认错。一个一休就是一个案例引起讨论。后来再3个月叫辅导期，再3个月叫再辅导期，最后说要修法了，所以最后那再3个月不执行，这哪里需要问哦？去问那些产业界就知道了，有人说过它好的吗？在处理市情的同时，嘛定在了中央。